过来要提醒女性朋友，若要治疗妇脚筋的问题，是千万唔通去互乱注射。台中这个60多岁太太，就是到诊所互注射，若无效，脚过来出现着空喙，过来烂去，到其他的诊所看诊，搁互误诊是乌脚病，这支脚差一点仔就去互锯掉。 即摆加当正常行路啊，不过看伊倒骹也是犯乌，伤痕累累，较会变做安尼，只是伊想要处理妇脚筋。他是说打了就会好这样子，不晓得是说这样子漏了一针就变到这样子。他说你不用来看，就等着截肢就好了。哦，那心情很难过。骹腿无变水，还佫差一点仔就爱锯掉。医师讲，这妇脚筋的治疗拢是用注射的，不过市面上的药物是百种。 若是要处理好势，这空喙恐惊会烂去。甘油或是高浓度的食盐水甚至一些不知名的药物甚至早期30、40年前有一些医师会自己炮制一些药物所以慢慢的有一些药物的改善，就是把这个药物把它配制成一个泡沫式，那把这个药物打进这个静脉血管里面那它比较不会有早期的药物这种容易就是造成一些溃疡的状况。医师讲，坐久徛久容易自生。 妇脚筋，若是这骹腿有明显的分者，容易揪筋，甚至是犯乌，就爱赶紧到病院治疗。若无出现空喙并发其他的症状，上歹下场，只有锯掉才会当解决。